大部分人咧以為傷腎咧係因為食得太鹹啊，或者有糖尿病啊，但其實真正損傷你腎臟嘅，往往係啲你覺得冇害，甚至好健康嘅日常食物。你可能完全估唔到，佢哋每日都喺你體內慢慢攻擊緊你嘅腎。試想下，你每朝飲杯綠色蔬果奶昔，覺得自己好健康；又或者杯咖啡入邊加啲伴侶，想話啲好飲啲。呢啲習慣睇落好平常，但係其實可能正正係令你嘅腎臟過度勞累，甚至受損。仲有啲你以為無傷大雅嘅加工食品，好似罐頭湯、冷凍即食餐、微波爐食品，成日食嘅話，腎功能會喺無聲無息之間衰退。等你有症狀先發現，通常已經太遲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問題唔係出自於某一樣嘅食物本身，而係出自失衡同埋加工。好似話加工食品入邊加咗大量嘅磷酸鹽防腐劑，呢啲無機磷嘅吸收率高達90%，遠高過天然食物嘅3-4成，會令磷同鈣嘅比例失衡，最終令到腎臟同血管出現鈣化、硬化。咁甚至乎咧喺腎組織入邊生出類似骨質嘅異常結構。又好似話咧咖啡伴侶入邊根本冇奶啦，全部都係乳化劑、人工色素同香料，會破壞腎臟嘅過濾膜結構，甚至令到尿液出現蛋白。而種子油咧，即係平時買到嘅粟米油、大豆油咧，經過極高溫高壓化學溶劑提煉之後咧，會產生毒性醛類化合物，直接損害腎小球同埋腎小管。仲有啲人咧中意飲綠色奶昔咧，入邊加菠菜、杏仁啊、紅菜頭啦，以為好健康，但係其實咧啲材料咧都含高草酸㗎。如果你腸道菌群唔夠強，又冇足夠鈣同佢去結合佢哋咧，草酸就會入血形成結晶，引發腎結石同埋組織發炎。最嚴重咧係糖同埋果糖，果糖只能夠由肝臟處理，過程會大量消耗 ATP，產生尿酸，而尿酸咧啲結晶好似碎玻璃咁尖，會損傷腎組織，引發痛風，甚至永久性破壞腎功能。你可以咁理解咧，真正傷腎嘅唔係某一樣食物，而係經過工業化、極端加工、成分失衡、充滿添加劑嘅現代食品。所以保護腎臟咧，唔係要你驚食物，而係要識得辨認邊啲食物經過極端加工、成分嚴重失衡。建議你做3樣嘢啦。第一，檢查你平時食開嘅嘢咧，睇佢加工食品標籤。如果見到咧磷酸鹽啊、阿斯巴甜啊、大豆油咧呢啲成分咧，就試下揾翻啲天然嘅替代品。第二，唔好淨係驚鹽，反而要留意鈉同鉀嘅平衡。食鹽嘅時候記得配埋高啲嘅綠葉菜同非澱粉類蔬菜。第三，飲綠色奶昔記得加咗同佢，或者飲完加杯檸檬水，幫手中同埋草酸啦，減少結晶形成嘅風險啦。咁呢啲都係零風險啊，即刻可以做嘅習慣，唔使花錢，唔使睇醫生。記住一句，護腎唔係戒鹽戒糖咁簡單，而係要識得揀翻天然均衡、未經極端加工嘅食物。從今日開始睇清楚標籤，就係幫腎臟減負嘅第一步。